大家好，今仔日是7月13，2024年，欢迎大家来参加第138期的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大家好，我是即卖北美洲妇女会的总会长陈武新。我即卖住喺 New Jersey， 今仔日足欢喜会使邀请桂竹安教授来甲咱讲老人学。咱北美洲第一代移民拢已经要进入去互人照顾的时阵啊，要安怎选上佳会使甲咱较适合的长照 long-term care， 咱的囡仔是要安怎来照顾咱的？桂竹安博士是阮北美洲台湾妇女会的会员。伊是阮的第2代的 member。我今仔真欢喜有即个机会会使来介绍竹安。竹安是UCLA 的博士，伊从足少年就开始去学即个老人学。我毋知是安竹安有即种遮尔大的即个爱心跟耐心来甲老人做伙伊学4个硕士，3个硕士伫南加州大学。读老人学士，老人学硕士，搁有一个是医务管理的硕士，伫 UCLA 嘛，都读一个社会福利的硕士。伊本身是UCLA 的生物化学系的大主修，副修是音乐教育。我真欢喜介绍讲，主要伊即马是台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的病医的副院长，我本身嘛住伫台中甲即个中山医学大学离足近的摆若转去台中定会使阮嘛拢阮厝里嘛拢去迄个中山医学大学。伊对2008年转去台湾了，拢伫台中地区伫教册，自头伫中台科技大学去做老人照顾的遐教，开始做。助理教授开始，伫遐做5年了，就去中山医学大学去做即个甲医学社会甲社会工作学的助理教授。尾即马就是中山医学大学的医学系副教授，搁医学人文科的主任。咱若看伊这经历学历，你就知影讲，伊是来对这老人有特别的爱心伊的经验甲伊的学搁伊做的代志拢甲老人拢无离开所以我嘛是足好奇，较我逐个有时间会听伊的故事主安伫台湾伫美国咧读册的时阵伊嘛做足侪社区的服务，像咱伫北美洲台湾妇女会。伊做足定甲阮演讲嘛带第2代的哪大的姊妹甲因带因，伊嘛亲身访问过200外个伫照顾长辈的台北人的家庭，所以对咱台北人的家庭的情形有第一手的经验真知影咱的情形。但是伊毋是干那讲去做老人的同志尔咱知影伊嘛是学营业做深造的所以伫美国的时嘛做足侪社区的活动社区的搁文化的活动伊办过足侪场的台湾人联合基金会的大型的文化活动，其中嘛包括伫 UCLA 一个 Royce Hall 的杨定伟歌剧的 Finding Home 的这世界首演。我足欢喜有即个机会会使伫遮甲大家介绍竹安较悬若大家听伊讲话，咱就知影伊是一个足有爱心、阁有耐心，阁足专业的教授。咱即马大家来欢迎竹安，甲大家分享这老人学是伫教啥物？竹安，多谢武新会长的介绍大家敢有听到我的声？有听到，多谢。会使好。
今仔真欢喜会当有即个机会伫咧即个电脑顶头吼来甲大家见面。我知影若比赛的动向拢今仔爱透早就起来吼，美东可能较好一煞。我遮原来暗时10点吼，可能阁有其他所在的即个有趣味的人吼。今仔即个嘛多谢陈良光先生吼，我拢叫伊龙公兄啦吼。即个邀请，其实真久以前，旧年伊就咧甲我讲，是毋是来即个咱台语文学即边吼，来讲一个我咧关心的议题。其实是足想要来讲，嘛，毋过咧有2个困难，一个是时间的关系，另外一个是我实在毋知要讲啥物较好安尼啦吼。因为趣味的代志真济，有关老人的物件真嘛足快吼，所以。落尾梁公兄替我决定一个题目，我感觉安尼足好，安尼的时阵我拢毋免去烦恼讲到底是要讲啥呢吼。毋过今仔即个题目是一个真特别的物件，叫做老人学是咧教啥货吼。即个物件呢，老人学是一个真特别的物件，因为伊其实就是一个学问吼。所有的学术内底，若是一个学问，就是。是一个真会当研究，一直研究落去，而且可能阁伫对咱即个人类有一寡进步，也是讲咱的即个演化吼，咱的即个社会演化也有一寡贡献安尼吼。所以咱大家听讲，譬如讲生物学啊，吼物理学啦，吼也是即个拢是一个学问安尼。伫咧美国呢，真早就开始有即个学问吼，即马可能已经差不多有75年的历史，上久的即个老人学的学院，就是伫咧美国南加州大学吼，伫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所以我原来真荣幸，迄个时阵大学毕业的时阵，拄则会长有咧讲是安怎会读即个物件吼，就是我其实真特别，就是本来生物化学毕业，实在是想要去做医生啦吼。毋过咧伫咧迄个时阵去修着一门。课吼，即个课改变我的一生，嘛遇着我一生影响我足大的一个老师吼，就是即个老人学吼。迄个时阵我去修即门课的时阵，大学毕业研究所修即门课的时阵，感觉讲咱有一个学问吼，互你一世人一直学，一直学，拢学袂了吼，而且咱人类拢毋捌遇到即个问题嘛吼，所以真济无共款的学问的人拢开始来研究。当然上基本的就是生物的学问啦吼，咱的细胞要安怎老化即个物件，遗传、遗传有啥物关系无吼？所以基础的医疗的人就开始研究真济吼，甲即个 gene 啊啥有关系。当然，一定有关系，就是医生吼。医生佫个专科，甚至有老人医学的即个专科吼，都嘛出来啊吼。甚至真济其他的专科，譬如讲精神科，精神科是一个专科，毋过精神科的专科内底佫有一个叫做次专科吼，即个物件叫做老人精神科吼。所以就落尾也感觉讲，安那会愈读愈幼吼，愈读愈快去安尼。所以就感觉讲，咱一世人受袂了，学袂了，足趣味的吼。所以我才决定就来好好来读即个学即个老人学即个物件啦吼。所以当期是1991年的时阵，所以已经30几年啊。所以迄个时阵，阮老母真烦恼讲，21岁、22岁。大学毕业吼，我交的朋友哪会拢65岁以上的老人安尼吼，所以足烦恼讲我后摆嫁袂出去安尼吼，讲我哪会拢交老人的朋友啦吼。所以其实拄则咧开讲的时阵，我未开始的时阵，就有咧讲着讲，其实咱即马毋知是安怎，每一个人拢无啥感觉会老吼。而且譬如讲若过去咱的爸爸妈妈吼，咧70几岁的时阵已经感觉真老啊。毋过咱即马哪会甚至60几岁、70几岁嘛无感觉老安尼吼。事实讲有影，因为即个伫过去60年来。咱的寿命吼，甲咱的所有的社会变化，真正互咱的人大家拢搁较健康，即个社会所有的基础的建设，嘛互人较方便吼，所以互人即个资讯嘛较
流通安尼吼，啊，所以变做讲咱真侪物件学习也好，还是讲身体医学也搁较进步，所以拢感觉袂老的感觉吼，真侪人拢讲我几岁啊吼，台湾前一阵仔搁发生即个伫咧公车顶头爱让老人坐，也毋免留老人坐即个问题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啊，即个用中文是讲，你以为你不会老啦吼，毋过台语我感觉搁较传神吼，就是讲你感觉你袂老吼，还是你当做你袂老，这可能无啥共款哦。有的人是用感觉的吼，就感觉讲，哎啊，这我就爱搁感觉咧，爱搁40、50岁的感觉吼。啊，有的其实是已经70、80岁啊，啊，搁当做伊拢还袂老安尼吼。啊，所以这有好有歹啦吼，就是讲你若真正有一寡需要啊吼，啊，然后毋过你拢感觉你当做你袂老吼，啊，所以真倔强安尼时阵，嘛无一定是好代志吼。所以才搁一个字叫做老人安尼吼，真侪人无爱奉叫老人吼，所以咱的即个不管是中文也好，还是台语好像还好，咱可能会讲中辈啦、中者啦吼。啊，毋过即个中文内底吼，就足侪来代替即个老吼，袂使讲老人吼，即摆都爱讲长辈、耆老、乐龄、熟龄，啥物物件拢有安尼啦吼。不过我读老人学的观点是讲，就是会老啦，吼，这就是老的一部分，所以这是一个真自然的代志，所以人应该面对这个自然的代志，啊，莫甲伊看做big deal，无要紧吼，毋是一个真大的代志，毋过袂使无承认你的年纪也好，你的身体也好，一天一天其实拢有咧变化吼。啊，我用一个普通时较无看到的图，毋过就是大家来看觅讲，即个图内底吼，伫咧2022年，就差不多2年前吼，即个全世界已经有1/10的人是65岁以上啊吼。全世界的人口有1/10，其实是真济代志吼。因为大部分过去65岁已经退休啊嘛吼，所以可见就是讲10%的人呢，其实是无咧工作啊吼。啊，伫即个社会内底，其实即摆社会无咧工作的人是有咧消费吗？还是咧互照顾咧用大家迄个税金吼，政府咧照顾吼，还是讲其实还阁有一寡生产力吼，啊，毋过咱拢无好好啊利用。譬如讲，真侪人退休，可能伊还阁真体力无一定讲有，毋过智慧可能还阁有。吼，也是讲即个真正还阁会使做真侪帮忙厝内底的工课，像讲过去台湾真侪人退休了，就咧带孙，啊，即摆的人较巧啊，讲好无爱，我无爱互孙仔绑咧吼，叫来佚佗就好安尼吼，所以啊，毋过带孙嘛是一个真好的对社会的生产力安尼吼，啊，毋过即摆毋是带孙，即摆颠倒是照顾吼，真侪人像台湾人口的老化速度足紧。所以呢，即个真侪人提早退休是因为要顾老爸老母吼，即个物件，也是讲顾家己的翁婿，也是家己的亲人。啊，我大家看讲吼，佫无差不多25年哦吼，就16%吼，徛算讲每6个人就一个65岁以上啊吼。我想在座各位佫活25岁吼，这是真简单的代志哦。所以大家想看讲，到时25年后吼，你可能90几岁吼，还是几岁的时阵，迄个时阵真正6个就一个吼，你的同伴安尼啦吼。所以即个物件就是老人学的第一点，其实是爱正视即个代志，就是讲每一工每一秒，咱为人出世到即阵吼，逐工就是拢有咧变化吼，啊有咧向即个老的即个路程咧行。毋过即个路程咧行的时阵，你是要家己看做真正面的，还是真负面的？这是真正操作伫每一个人的心肝底吼，还是讲伫即个社会，政府安怎看待即个长者的贡献？啊，所以普通时咱来讲，即个老人是老化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过程吼。啊，年纪愈来愈大，就会一定有真侪变化。哦，阮会讲伫老人学内底讲，其实有4种的老化，安怎看呢？自然的老化，譬如讲算岁数，吼，你是即摆65岁啊、66岁啊，算岁数。毋过岁数无一定会当代表啥，因为另外佫较重要的是，每一个人
心内，伊感觉伊有差不多是啥物程度，也是讲伊的身体吼，有的人可能出事的时阵，也是即个工作的过程吼，有去传染着，也是去受伤着，所以伊即个身体本身吼，的老化可能无一定是比伊的年龄较共款吼，啊嘛有即个心理的年龄吼，像台湾真济较长者吼，有当时啊真正足寂寞的。啊，迄足寂寞的时阵，就定定有咧讲，感觉讲啊，活咧毋知要创啥吼，啊，就感觉讲无路用还是啥，迄心理的老化就感觉真严重安尼。所以台湾的即个咱的忧郁症吼 （depression） 其实是算伫世界内底老人的忧郁症吼，其实是算真悬的吼，真悬啊。普通时咱较无咧注重即个代志。可能为真可能孤单啦、寂寞啦，吼啊囡仔拢无带做伙，也是讲平常时拢咧读册上班吼，迄个时间拢足长的吼，所以过来就是社会老化吼，就是讲你伫甲你的差不多同年龄的人来比的时阵吼，是一个伫社会上吼，算讲是啥物阶段的人吼。我古早拢真爱记即个 Bill Gates 吼，Bill Gates 伫个真少年的时阵就变做 billionaire 啊，吼，所以伊的社会的老化的程度，徛算就是较紧嘛，吼，就真少年就较有即个真正讲事业真成功的社会地位安尼。所以其实咧讲老无一定看年岁哦，所以在座各位可能就是毋好用你的年岁来当做感觉讲啊，我已经几岁啊，所以应该爱安怎吼，因为其实即马读老人学的是第一个重点，就是若是讲咱真正爱用65岁来算的时阵，啊，这65岁嘛是因为政策的关系吼，有当时啊，比如讲领退休金啊，还是啥物，像美国即马已经差不多延到67啊嘛吼，德国延到70啊吼，啊，台湾还阁是伫个65，甚至公务人员55就会使退休啊吼，所以即个物件一直无去改的时阵，咱就会感觉讲啊，65岁就是爱休困啊安尼。但是呢，其实老人学的意思其实拢是一个 continuum 吼，是一个 ing 的即个过程。那咱对老人的想法，老人学到底是啥呢？老人学是咧学即个老的过程的学问。所以无一定是老的时阵哦，因为有拄则有讲到讲人一出世就开始向即个老化的过程咧行，所以为中年安怎转甲老年吼，也是讲即个青少年安怎当大人吼，其实这嘛是也是中年的人吼，生活安怎，像咱即马拢定定咧讲，中年的人就真侪即个长期的慢性病哦，即个物件一定会影响伊食老的时阵，所以即个过程是安怎，这是一个学问吼。啊，咱台湾话有当时啊讲啊老番颠啦，是讲你要做仙吼，古早人咱要较尊称杀人的时阵吼，性盖仙吼，杀人仙安尼吼，敢若意思就是伊是一个敢若比咱是搁较悬啊，搁较有智慧的人吼。啊，有的人讲啊，食老就较紧退休，就爱即个享受吼，啊，迄个囝孙仔爱甲你奉太安尼。也是有的人足惊老的吼，像我的妈妈足爱水的吼，所以伊就拢真打扮咯啥，就真注重安尼吼。啊，有的人感觉讲我就是需要照顾，啊，毋过有的人需要照顾，佫感觉讲我无吼，我真就爱真倔强安尼吼，还是讲真无爱互人即个来管理吼，所以就虽然身体无啥好啊，毋过啊佫足歹互人甲人沟通，无人吼，所以像台湾即马真侪册吼，真侪册出版是咧互像我即个年龄差不多50岁以上吼的人咧看的吼，啊这册名叫做要安怎甲你的爸母沟通吼，啊是写互中年的人看的吼，因为真侪爸母感觉讲我都无爱需要你照顾吼，啊你都莫来甲我插安尼吼，所以即个变做讲咱人甲人中间伫咧老化的过程当中，要安怎来沟通吼，啊这变做是一个真特别的即个议题，特别是讲咱若抑个拢真健康的时阵是无要紧吼，啊，说不定若万一小可跋倒一个，也是讲啊爱去小可一个小手术，迄落手术吼，还是啥呢？啊，然后小可有退化。
啊，即个时阵，咱要承认讲伊有退化啊无吼啊？人安怎看你的退化？像我一个朋友，因老爸是体育的老师，啊，结果呢中风了，一骹一手，啊，伊讲伊互人的印象就是体育的老师吼，足有名的教练，就是一个真安尼真阳光吼，真 sunny、真 energetic 的人。所以呢，安尼一骹一手吼，有当时啊，佫会流喙烂，因中风的关系。伊讲伊安尼是要安怎见人？所以自中风了后，就一步拢无要行出去吼，啊，然后变做安尼真寂寞，安尼真 depress。啊，伊的太太嘛，为着要照顾伊，啊，太太平常时年纪拢搁较减几岁啊吼，啊，本来是一个足活泼的，会去爬山，会去甲人 social 吼，啊，会去去学一寡物件吼，啊，然后去做一寡服务啊，真热心，咱的关心咱的社会。为着要顾即个中风的先生嘛，拢变做24小时拢互绑掉咧，绑到落尾啊，家己先破病啊，着迄个癌症，全先过身去。所以这嘛是一个问题，就是老的照顾吼，咱即摆讲老的照顾，真侪囝儿拢搬出去啊，住伫咧别个所在。老的照顾内底吼，即个照顾者有同时有家己顾好家己无吼？啊，变做像讲我咧研究的即个失智症吼 ，dementia 伫美国的学术的即个研究内底，若是65岁以上的人咧照顾家己的伴是 dementia 的时阵，有1/4的照顾者吼是家己先走的安尼吼。忝死啊！我想是安尼吼，所以即个物件拢是老人学咧学的物件，所以基本上老人学是咧教社会，也是咧关心啥物物件。这是老人学内底真重的四大面向啦吼，就是讲咱基本上是咧看即个物件。第一个就是老人是安怎吼，到底老人甲少年人有啥物无共款无？咱看一个老人是要安怎看伊安尼吼，还是讲咱专业的人，像讲我若伫病院咧工作的时阵，啊，看一个老人入来啊，吼，伫咧老人医学内底是甲老人安怎看咧，吼。过来第二个就是老是安怎面对吼，就是讲咱拄则有一直咧讲老是一个 ing 吼，是一直咧继续的一个代志，所以伊是时间吼咧过的时阵，咱是每一个代志发生的时阵，咱是安怎去面对这个代志安尼，吼。啊，若人是要安怎老？吼，人是安怎咧老的？吼，这就是顶头两个是较个人的问题，下骹两个就是甲家庭、甲社会有关系啊。吼，人要安怎老？吼，伫即个若是讲是一个20年、30年的即个过程当中的时阵，是要安怎老？吼，较成功？吼，咱即摆真讲真侪人咧讲成功老化，成功老化。上尾哦，即个其他拄则迄三个拢是注重伫一个老的身上安尼吼。毋过上尾即个物件，其实咱规个社会是要安怎看老人？哦，就是讲未老的人吼，是安怎看即个已经有65岁以上的吼。啊，我用65岁的原因是因为咱大部分的政策吼，也是讲。国际咧讲的时阵，差不多毋是用60岁，就是用65岁安尼啦吼。联合国也是 WHO 咧讲的时阵，吼拢是用安尼，所以无一定是讲一定爱安怎分，只是大部分咱拢会较惯势讲用65岁来做即个分水岭啦吼。啊，毋过我拄则有强调讲袂使，其实用看年岁吼，其实真侪人无共65岁有迄落已经伫咧安养院内底嘛有65岁，啊，搁咧走马拉松的吼。大家拢是真济无共款，所以这老人学内底，阮嘛是定定都爱提醒家己讲，无一个老人是共款的吼，因为每一个人的状况拢无共款，伊有先天甲后天的变化拢无共款安尼。毋过我著自拄则即四大项吼，来甲小可大家介绍者。今仔日其实都有老人学咧教社会吼，所以就是教即四大项。然后上尾我会若有时间的时阵，甲大家分享一寡倒来台湾了后，吼，伫四大项内底几项啊，我咧关心甲咧研究，还是讲做诶代志。啊，若后摆大家倒来台湾的时阵有趣味吼，还是讲有需要的时阵，拢会使来找我，无要紧安尼吼。好，咱所以就会讲即四大项啊，为头开始讲就是老人是安怎样安尼啦吼，是安怎样？咱平常时吼，有当时啊，咧讲啊，我真老啊，还是讲我拢未老呢吼。啊，所以有当时啊，都会问大家讲，偌老是算老安尼啦吼。
外老是算老，拄则有讲着讲老，除了年岁以外，咱嘛是还佫有心理的年龄、社会的年龄、甲身体的年龄安尼。所以咱一个人基本上咱拢会甲伊看做英语就讲 bio、psycho、social and spiritual 安尼对每一个人有伊身体的老化生理的安尼佫来就是心理的，佫来就是社会甲即个灵性的即个物件。所以即四个其实是一直合作伙，尤其伫愈老的时阵，即四个物件爱愈合作伙安尼台湾可能咱一直拢真注重即个健保甲医疗，咱对医生嘛是拢真尊敬所以真尊敬所以伫个即个咧看老人的时阵，有当时拢会较重视即个 biological 较生物的即个部分生理的部分身体的部分，咱拢较无去注重即个心理甲社会即方面佫较无去注重一寡较灵性的物件。灵性的物件可能拢甲上尾伫要到即个人生的上尾的时阵，才带下咧讲样可能大家都会开始烦恼讲若死去是要去倒位咧咱又无共款的宗教，有无共款的即个解说人其实敢会去惊死亡呢若80岁的人，还是讲65岁的人，敢会有当时会去想着讲我若有一天爱面对死亡的时阵，我是会惊吓，还是我准备好未即个物件其实是毋是讲到上尾时阵才来想啦其实伫个差不多要退休还是退休的时阵，都会使若想起来而且上好是甲厝里的人拢有一寡对话安尼会使讲即个物件。毋过伫咱台湾的文化内底，讲死即个代志，可能是一个欠算啦还是讲是一个大家真无爱讲的物件，甚至呢，咱的晚辈可能家己若囝儿逝世咧，甲老爸老母讲，阿爸你若死的时阵，你想要火葬，还是安怎还是咱要安怎办即个仪式咯啥这可能会互泡死，讲你这不好煮可能哪会安尼我都还未死的咧，甲我讲遮个代志安尼。好即个心理甲社会即块嘛是较特别，就是讲，譬如讲咱的文化内底甲西方比起来，譬如讲咱若有一个亲人过身咱的即个可能咱较避暑啦还是讲大家拢爱安尼较坚强呢所以真少有机会讲若较即个65岁以上的人家己有失去亲人的时阵。有好好去处理大家心内即个悲伤甲讲甲即个大家人际的关系尤其是讲即马大部分拢翁仔某住做伙当一方若离开的时阵另外剩落来即个不管是翁还是某伊的即个心理安怎去面对即个悲伤，还是过来的生活。囝儿逝世也好，兄弟姊妹也好，甲伊的一寡安怎的即个沟通即个物件，其实咱拢较少去关心着原也较少去问起剩讲咱台湾真济咧做即个，譬如讲我的职业的关系，定定会去有着人过身嘛过身就人若伤心人可能流目屎。真济都会甲你讲，你毋好哭啦，哭迄度迄度毋甘离开你啦对你无好安尼，袂使哭，袂使哭安尼咱的可能一寡传统真爱叫人毋好哭安尼我感觉可能是我家己伫咧美国训练的关系，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违背人的即个自然的即个心理的问题因为人伤心本来就会哭所以是哭济、哭少、哭长、哭久的问题。真正若讲一直安尼伤心、哭足久的可能伊有一寡危险的，有一寡 depression， 这个真正所以要注意。毋过，所以伫即个人咧老的过程当中，咱平常时就是拢会评估。评估的时阵，其实是爱较周全的时阵，就是 biopsycho、social 甲 spiritual 安尼啦所以第一个咱咧看即个老人学咧学啥的时阵，其实嘛是有咧讲，老人到底是安怎？
当然，即马也有真侪真正面的即个老人吼，真成功吼。台湾有一个真有名的即个书法家吼，即个吼姓赵的即个赵先生吼，赵先生伊吼即个为中国来，啊伊伫92岁的时阵吼，因为中国来可能迄个学位无，因为咧战争吼，所以无啥物确定安尼。啊，伊去做军人，种，退休了吼，伊伫咧92岁的时阵去读即个 community college 吼，咱台湾有即个空中大学，92岁的时阵大学毕业吼。啊，然后伊伫咧93岁的时阵讲，安尼继续过来读咧吼。所以跩搁去考研究所吼，95年，到95岁的时阵去考研究所，伫咧差不多98岁的时阵摕到硕士吼，摕到硕士。啊，落尾啊，搁休2年吼，我会记得伊是101岁的时阵去考博士啦吼。啊，落尾啊，原来有读博士啊，伊活到107岁安尼吼。啊，伊发明一个，伊是一个书法家吼，一个真特别的即个书法的咱的即个书法啦吼，写大字吼的一个字体吼，大家小可看者嘛，真趣味。伊所有的字体内底拢有鸟啊，吼，也是有虫吼，所以这叫做鸟虫体啦吼，就是真特别吼，每一个字拢你会甲看到敢若有鸟仔咧飞吼，也是有即个虫吼，毛虫安尼吼，啊，所以伫台湾嘛是一个真特别的故事，所以人就会去研究讲伊的 biopsychosocial 甲 spiritual 安怎。啊，伊捌讲过一个真有名的话，就是讲伊所有的代志伊拢无要互人做，扫涂骹、洗衫，种。啊，落尾啊，当然嘛是家己独身啦吼。伊讲我若开始互别人做，就是代表我即方面退化吼。啊，所以就是爱有别人来甲我斗相共，徛算我做的代志就愈做愈少吼，安尼袂当锻炼我家己的身体吼。啊，所以若有做代志嘛，感觉家己较有路用，活伫即个世间上嘛，感觉较有贡献安尼吼。所以伊的社会心理方面嘛是算讲真正确安尼啦吼。好，啊，咱所以伫即个过程当中，老人哈就一直咧讨论讲，啥物是成功的老化，成功的老化。啊，伫咧真久以前吼，差不多2000年搁较早1996的时阵，就即个学家吼 Rowe and Kahn 真有名的学家，伫咧阮即个学问内底真重要。伊迄个时阵就讲，因两个就讲，其实成功的老化吼，就是你检测食老有一寡病嘛吼，慢性病吼，就迄个血压悬啊，是血糖悬啦吼。啊，毋过你爱学会晓甲怎会病共存安尼吼，也是讲甚至呢锻炼，互伊莫退化安尼吼。过来就是真重要，就是你的心理吼，爱有一寡韧性安尼吼，莫遇着啥物代志就话拢无法度啊，规个就放弃安尼。其实即个物件爱为较少年的时阵，就慢慢，我拢定讲，这叫做咧存款啦吼。咱咧咧银行是干那银行咧存款尔，咱的人的心理吼，原来也爱真哪咧存起来，就是讲遇着困难的代志，咱看有法度来面对，也是讲来请大家来甲我斗相共吼。伫即马即个社会真大家真无爱讲啊，我需要斗相共，你来甲我斗相共者无？尤其是男性吼，真少会讲啊，我需要帮忙，即几字可能讲袂出来吼。但是呢，老的过程内底本来就足侪可能性，而且有可能袂当家己靠家己尔吼。所以伫咧心内的即个心理的即个韧性吼，其实是足歹培养啊，足歹建立即个观念吼。因为若真正你身体开始咧无拄好的时阵，真正需要的吼，可能除了医生了以外，可能上重要就是即个社会啊甲心理的部分。第三个部分当然就是讲真积极咧参与所有生活内底的代志吼，看讲你有家己的趣味吼，还是讲你爱去社区吼，甲人活动，还是参加社团，还是讲你真热衷甲大家家庭的人考起来吼，做诶物件拢是即三个重点，拢是足好成功老化的即个部分。啊，当然咧，伫咧2000
15年的时阵，就是搁加一个拄则我有讲到讲灵性即个物件吼，爱开始 explore， 爱开始探索吼，毋是讲等甲你真正老啊，一定入去迄个安宁病房啊 hospice 啊，即带咧讲啊，过来我是要安怎安尼吼，毋是是共款吼，伫即个过程当中，咱爱有真济对话吼，甲家己的对话，甲厝内人，甲你的神，若是讲你相信的代志，甲大自然的对话安尼吼。好，过来呢，老人行咧，即个是啥物款吼？原来介绍拄则有介绍台湾有一个即个90几岁的赵先生吼，伫咧全世界内底啊，原来有一个真有名的人吼，即个人叫做 Madame Kalman 吼，伊是全世界人类内底活上长的人吼，目前还袂有人破纪录，122岁吼，122岁，啊，伊有活到100岁以上的人实在是愈来愈侪啦吼。过去英国女王还佫伫个时阵，伊当其时吼，伫伊真少年的时阵就讲，哦，任何英国人若100岁的时阵，我会亲自写卡片吼，寄去因兜互伊安尼吼。伫个即个咱女王85岁的时阵，伊落尾啊宣布讲，为明年开始伊无要写，因为每一年拢爱加写差不多100外份吼，啊，所以太侪人100岁啊吼，所以讲无法度啊，伊家己体力嘛记载袂掉啊，然后所以就讲啊，无爱搁家己写卡片吼，100岁以上的人吼。啊，伫即个全世界内底，原来较 popular 啦吼，即较无学术，毋过嘛是真 popular 的一本册，叫做 Blue Zones 吼，大家可能有听过。这是一个记者吼，是伫一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吼，就是国家地理杂志的一个真有名的记者。伊当其时因为要报道一寡全世界的即个新闻，还是讲特别的社会文化咯，种种的时阵，去发现讲全世界有4个所在吼，是100岁的人特别侪哦，特别侪的即个所在安尼吼。伫个日本的 Okinawa 吼，啊，伫个即个洛杉矶遐南加州或做一个 Loma Linda 迄个所在吼，啊，佫有一个是伫个意大利的山顶吼，啊，佫一个是一个中美洲吼，中美洲。所以伫4个所在内底，迄个100岁的人吼，迄个 concentration 足侪啊，所以伊就去研究讲要安怎活到100岁的一寡 secret 吼，还是讲一寡重点就是叨位啦吼，啊，所以伊就整理出即个9个即个重点吼，啊，即个9个重点，咱若来甲看讲拄则学者咧讲吼，即个成功的老化是啥的时阵，其实嘛是有即个道理吼，其中包括讲当然运动是真重要的吼，啊，你爱第2就是讲你的生活爱有一个目标啦。真正是安尼吼，就是任何人若是生活感觉活了无意思的时阵，其实老实讲，心理也退化，社会也退化，规个身躯原来会放弃安尼吼。过来就是讲爱有朋友吼，爱有代志做，爱有一个 support network 啊，你爱有一个社团，还是有感觉讲你是一个社会一份子吼，毋好安尼家己变做真孤单，变做真孤僻安尼吼。所以这是人咧学讲安怎活到100岁吼，一寡条件吼，伊包括当然嘛有即个食的物件吼，会使安怎来做安尼，大家若有趣味会使去看即本册安尼吼。所以第2，咱拄仔咧讲老要安怎面对吼。其实咱知影讲是 biopsychosocial spiritual 以后咧，咱就爱知影讲，其实即个老的有一寡阶段吼，啊，即个阶段毋是直行的吼，即马真侪人的即个阶段是，敢若咱咧讲是一个敢若一个迄个wire 吼，就是敢若一个项圈安尼吼，是弹簧迄个圈安尼，毋是一条长线安尼尔吼。因为为退休了后吼，可能还佫有足侪代志你会使做吼，无一定是我即摆讲的安尼是一条线安尼吼，即会变来变去。因为有可能你要退休的时阵，你就已经开始咧照顾你的爸爸妈妈哦，结果爸爸妈妈走了，你搁转去学习，你搁转去过你的生活，啊，你搬去甲你的囡仔大，还是讲你搬去较迄落方便退休的所在，吼，然后呢，你可能毋过有当时食老加减有一寡状况吼，然后呢，原来有一寡譬如讲兄弟姊妹啦，还是讲你的朋友，有当时吼会离开你，吼，啊，你讲变做讲爱照顾啥人，种种。
哦，所以这老的阶段其实是，我唔知你会使，我用这我即摆无爱用这是要安怎创作过来？可能爱甲麦克风小可关起来一下，吼，好来，所以咱的老的阶段其实是足侪阶段的。啊，我即摆特别是安怎要讲即几个阶段，就是也是讲即几个代志，就是事实上吼，下骹顶头写讲，即几个代志拢会是有一寡对生活正面，也是讲负面的影响，拢有可能。那面对这个代志发生吼，也是讲调整，其实是真重要。学安怎去调整啦？譬如讲。你有爱学习的人，古早你会使家己开车去什么 community， 也是 senior center 哦，去即个学物件。啊，毋过哦，即马有当时啊，家己开车也危险吼，啊，目睭也无啥好，所以咧，你即马要安怎，你都无爱学啊嘛，哦，也是讲哦，即马电脑足方便，你会使开始 online 的 learning 吼，啊，甲即个社会继续保持关系。可能毋是去学习啊，即马可能是去做志工吼，也是去有当时啊，古早我伫美国的时阵，原来有捌有迄落真老的人吼，伊啊原来阁有服务心，啊毋过吼，伊无法度即个开车出来吼，啊所以伊的志工是咧做啥呢？我古早有一个工课，就是咧譬如讲有人想要读册，毋过伊的目睭无好。啊，所以呢，另外一个志工，看是去厝，还是有当时要用电话，就念册互伊听，念册互伊听。所以两个人拢会当活甲足好势。一个人需要看听册，爱读册，毋过无法度看；一个人呢，伊会使啊，佫会当看，啊，伊就念互对方听。所以，即个老化的过程来讲吼，其实是真侪人会使互相帮忙啊。做伙来面对讲即个老化的即个过程产生的一寡挑战安尼啦吼。好啊，所以咱面对这人要安怎老的时阵，就会发现讲，其实吼，一个按照即个时间来讲的时阵吼，可能咱真大部分其实还阁是真健康吼。咱若讲为65岁来算起的时阵啊，普通时咱讲即马即个发展的国家吼。至少即马我虽然即个度是健康吼，健康也是失灵，也是失智吼，过来生性命的迄个尾期吼。虽然是安尼咧讲，毋过呢，健康期可能还阁占至少50%，亚健康呢可能还阁至少差不多20%，吼，合起来就70%哦，所以上尾即个失灵也是失智，甲性命的。上尾期上济占30%尔，那真济真健康的即个人，也是讲真济较好的、较发展的国家，希望拢甲即个上尾即个失灵失智甲性命的即个尾期呢，甲伊杀甲上尾差不多剩15%的时阵，才来发生这个代志。所以65岁。以后呢，你若讲还阁活至少30年的时阵吼，所以呢10%就是3年，人的上尾3年才破病的时阵，你都还阁有27年哦吼，还阁有27年，所以呢，这27年要安怎好好啊来即个规划家己的健康。那万一小可无拄好吼，有当时有影啦，譬如讲咱的目睭吼，还是讲咱的耳仔吼，还是小可即个咱的头骨无啥好，吼，需要摕一个即个拐啊是啥？这拢差不多是亚健康者啦吼。毋过无要紧，你嘛是还阁会当真好诶，继续阁运动，种。所以伫联合国一直有咧讲，为1990开始就有咧讲，全世界爱有一个注重一个老人诶政策吼。即个老人诶政策爱有真重要诶5个部分，就是下骹遮。爱互所有诶老大人拢有一个独立参与诶机会，爱活甲真有尊严。当因想要做诶代志诶时阵，有一个自我会当实现，也是讲有当时啊需要照顾诶时阵，有一个体制会当会当好好啊照顾因安尼。所以这5个精神是联合国真重要，对全世界诶老人，还是国家诶老人政策吼，5望诶一寡爱做着诶代志安尼。所以，上尾我就来讲即个社会安怎看老人，因为咱拄则咧看诶拢是老安怎老，老诶过程安怎适应，
好好啊会当适应。啊，这就是每一个人家己拢爱去练，毋是家己的身体尔吼，心理啦，甲社会的即个志接啦吼，社会爱袂使放弃社会，啊社会嘛袂使放弃老人安尼吼，因为愈来愈脱节是一个足危险的代志安尼，所以拢咧看以老人本身来出发。毋过老人学上尾一点真重要，就是咧看，毋是老人的遮个人，社会吼安怎看老人？因为当老人愈来愈侪的时阵，也是讲有当时啊因会退化，外围的遮个社会人必须爱小可来关心，也是讲变做一个救生圈的概念吼，会当好好啊守护咱的老大人。所以即内底都有真侪观点，也是价值观会走出来，因为社会安怎看老人。像讲日本都有社会学家讲，老人愈来愈侪的时阵吼，即个规个社会，这是日本人讲的哦。日本人讲到差不多30%是老人的，日本即摆已经30%吼，对7%、10%、14%、20%、30%，全国的人口是老人的时阵，伊讲安尼渐渐愈侪老的时阵，社会会出现三个现象。刚开始的时阵是敬老，吼敬老，过来超过20%的时阵会嫌讲，哎哟，哪会遮侪老人啊？吼，20%的时阵，到30%的时阵，社会发生一个代志，就是弃老，吼，就是放弃因啦，吼，放弃因啦，因为资源有限，吼，所以放弃。所以，咱到底是要安怎敬老，还是嫌老，吼，还是弃老，吼，放弃的弃，吼？所以台湾原来有面对即个问题啊，吼，而且台湾老甲足紧，全世界上紧，所以马上爱面对，也是讲有当时啊社会你都会发现讲，从即个用即个咱即马 PPT 顶头吼，台湾开始有公车，毋是干那有迄个会当饲灵仔讲要落车尔，要饲灵仔讲我爱让，有人会当让我坐无吼？即个让座铃吼。前一阵仔台湾才发现发生连续发生2、3件，即个老大人叫囡仔起来互伊坐吼，因为伊是老人吼。囡仔讲我今仔足忝吼，我原来无爽快，所以我需要坐。老人讲袂使，你是囡仔，你爱让老人坐哦。所以伫咧公车内底发生足大的冤家吼，甚至用要拍起来安尼。即个代志伫最近有发生吼。过来社会安怎看老人呢？嘛是有一寡当譬如讲政府，咱会感觉讲若独居的老人，是毋是三不五时啊，都爱来甲伊关心一下吼？便当就讲爱送鸡汤去互因吼，也是讲有当时要过年的时阵，就真侪志工会去甲因替做独居的老人呢，小可过年嘛，大家都爱整理一下啦吼，甲厝安尼小可款一下，焕然一新的感觉安尼。大家小少去甲老大人小可整理厝一下安尼，这是咱社会安怎看老人。嘛有社会开始感觉讲，遮尔济老大人吼，毋是大家拢用拢白伫遐咧白食白活安尼吼，所以有一寡组织开始甲真活泼的老人拣出来，即马开始有 talk show 吼，是老人咧讲 talk show 这嘛是真。有创新的 creative 的即个 idea 安尼吼，因变做即个 talk show host 安尼。然后我家己负责的一个案，就是安怎甲老大人的即个伊的技术，还是讲伊一世人趣味的物件，继续互伊会当维持，到社区去分享，互需要的人知影。譬如讲，倒边即边是咧即个老人会晓做一寡传统的即个玩具吼。所以伊就教做囡仔耍即个传统的玩具，然后正边即边是教一寡即个妈妈，即个较少年的妈妈，也是讲咱即马台湾真侪即落嫁来台湾的外国的即个新妇，做一寡台湾的手工艺，然后中就是一个老大人，伊真够读一个伊真够读一寡物件吼，会使分享互遮需要的人听安尼吼。所以遮个拢是其实为社会做真侪袂歹的工课吼。所以社会安怎看老人吼，这嘛是一个真趣味的议题。本来就是所以咱咧讲
成功的老化吼，所以咱全世界当然即马都一直拢咧推倡讲，大家都爱有即个 active aging 啦吼，活泼的老化的即个生活呢。即内底当然有讲到讲，我拄则小可复习一下吼，拄则咧讲生理吼，身体即个身躯的老化，心理的老化，社会有咧参与无吼？也是你家己的经济财务有好好啊咧做规划无？古早呢，咱退休可能20年，即马日本拢叫人讲，都爱用100年来算所以你的经济你的钱有够无先小可算起来，真正真有安尼算譬如讲，你可能医药费会有偌济，你大厝爱整理还是讲爱租厝。还是讲交通原加减有要佚佗，真正一项点起来，然后要安怎投资，所以你即个钱，还是甚至到时无法度做决定的时阵，要安怎用信托还是 trust 即个物件。当然，伫美国原来发展甲袂歹，台湾即马真正开始咧做出来代志，甲家己的即个经济呢、财务呢，先家己确定饲的家己饲到上尾家己会当饲活啦吼，饲到死安尼啦吼，然后剩偌济才来看讲要安怎分互其他的人安尼，所以伫即个法律上、财务上然后呢，你安怎想讲你要住啥物所在？住啥物所在其实嘛真重要，包括你若讲要在地老化的时阵，你的厝有法度搁甲你挡20年无？即个真济若譬如讲爱煮菜的人，你的即个迄个灶骹真济物件，因为你即摆拢徛咧煮菜嘛，所以后摆你可能爱坐咧轮椅煮菜的时阵，你的所有的即个 stove 你的煮菜的所在，还是讲你的水槽有法度有迄落会当调整的无？即个物件拢会使趁少年的时阵，家己先规划甲改装起来安尼。所以真侪物件，足侪物件爱想的所以这个原来伫事讲，即马有真侪老人的专家就是咧做一寡 consultation， 互人会当做一寡意见。所以面对即个老的即个问题呢，其实就变做讲，为1960年来的时阵，就是我小可讲一寡老人学的历史啦吼。1960年的时阵，就是咱全世界开始有发现讲有做慢性病高血压啦、血糖啦、糖尿病。毋过当其时，即个 chronic illness 慢性病，大家拢惊甲要死毋过迄个时阵，咱老人学就讲着讲老化毋是一种病，毋好甲老化即个物件，譬如讲老化啦看做讲是一个病老化是一个正常的过程过来1980年的时阵，联合国世界即个卫生组织WHO 就讲着健康的老化是生理的这是生理的biological physical 搁有即个心理甲社会所以即个有 biopsychosocial 安尼才是合起来才是健康，毋好干那想着讲是身体才是健康尔安尼过来成功老化，就是我拄则有讲到即个爱甲你若有慢性病，好好甲你的慢性病共存，还是去做一寡预防互你即个会使预防，莫阁互伊退化。心内的即个韧性心理的韧性爱开始培养。正面的一寡心态有当时爱滚耍笑，还是讲莫遐尼计较，脾气莫遐尼歹这物件拢是心理的韧性安尼。成功的话，阁有继续参与社区做一寡，逐工拢爱做一寡家己想爱做的代志安排一寡爱做的代志，生活绝对袂使无代志做安尼这是成功的老化。过来就是 active aging， 就是拄则讲的，就毋是干那安尼尔。你的财务，你要安怎开始计划20-30年即个长期的物件，这就慢慢到2010的时阵，甚至讲敢有影65岁退休，就拢
甲即个社会脱节去啊，无，啊，佫足济代志会使有生产力吼。譬如讲志工吼，带囡仔吼，也是讲即个贡献你家己的一寡智慧吼，去即个工厂，也是讲你过去的所在做一寡 advisor 吼，也是讲你关心社会环保的议题也好，吼，也是咧选举的时阵，你会使去参与一寡你关心的议题吼，去替人做即个助选员吼。种种做诶物件，拢是生产力的老化。做诶物件拢是老人合在真强调诶代志安尼。那伫 WHO 内底，原来除了拄则有讲到即个 active aging， 原来也有一寡历史慢慢开始咧注重吼，啊，这是全世界大家拢会去遵守诶。差不多这10年来，上尾这3个我讲就好，因为拄则话差不多拢有讲到啊吼。开始定讲那老人，咱是需要拄则有讲到独立啊、尊严啊、自我实现吼，照顾即个代志，咱是要安怎？到底是要照顾啥物咧？哦，过去咱拢想讲照顾伊的身体就好，过即马就发现讲即个第4个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其实爱照顾伊的，毋是干那身体，照顾伊的是心理。照顾伊的是伊有法度甲人沟通无？伊的交际安怎？伊的人的关系安怎？一定袂使互伊孤单吼。照顾内底还佫包括伊普通是食的物件，有法度食着营养的物件无？还佫伊的身体，不管是毋是身体内底，伊的目睭、伊的耳仔吼，即方面，尤其即个即个 hearing 即方面吼。真重要，就是讲毋好养臭耳人，遮侪慢慢甲人脱节去。哦，所以即个是一个 WHO 真侪拢是 WHO 呼吁全世界爱去注重的代志，就开始对即个较全面啦，吼，较周全，咱咧照顾老人的时阵爱去注意的代志。14项吼，都无遐尼，都比过去加真侪。这14项内底还佫有一项，就是老人毋是干那爱互照顾尔。伊有可能嘛是爱继续照顾别人，所以伫台湾即马都有真侪65岁的人带90岁家己的爸爸妈妈做伙去老人即个服务的中心吼。所以古早咱讲啥物2代亲子吼，2代即马是60、70岁带即个90岁、100岁吼，做伙去做代志吼。所以即个物件嘛是伫个人类老化古早拢毋捌看过的一个现象安尼啊，所以。即个 integrated care for older people 嘛，真重要的一点就是讲，你爱注意哦，真侪老人毋是去互照顾尔，伊家己身体已经无啥好啊，毋过爱佫继续照顾伊的家己厝里的人，也是甚至有诶是爱照顾家己的逝世，可能有一寡 disability 吼，一寡即个身体无啥。拄好诶，譬如讲，伊可能有啥物一寡身体诶问题吼，还是精神诶问题安尼。有诶人需要帮忙照顾诶，可能是伊诶兄弟姊妹无娶某、无嫁翁诶吼，单身诶，所以伊就爱有可能爱有需要人帮忙吼。所以这都是嘛是一寡真新诶现象。那上新诶呢，大概就是差不多是2、3年前 COVID 以后，即个。联合国开始咧讲，国内这10年其实是足重要的吼。国内这10年是真重要。国内这10年是安怎足重要呢？这就是拄则我咧讲的WHO 上新讲，咱的中者，咱来去注重因的物件吼，就是这个咱的人。我小主安的医生。我小主安伊的迄个 internet 断去的款。对，咱搁小可等一下嘿。咱小可等一下吼。咱也准有人有问题，你小可讲者，我来甲主安敲一下。好，多谢嘿。多谢哦，主安安尼自头安尼甲咱讲到即马吼，可能伊主安即马是伫台湾啦，吼，所以也真晚，可能伊的 internet 有问题。逐个若有啥物问题，即马会使你看要写起来，也是想咧吼。咱较晏倒互主安讲，差不多8点钟了，有啥物问题会使来问主安讲，咱对这伊这精心一世人的研究，佫实在做的工课吼。
有啥物问题会使来问伊。即马若有问题嘛会使你问，等主任起 OK，来。嘿，大家有看到我无？主任有听到你啊？嘿，有。对歹势，我毋知是安怎，我的敢会无电？呀，是毋是？我的手机毋知是安怎，阮暗时11点的时阵拢会甲我测试，毋知是安怎，迄毋知。嘿 OK，啊，歹势，嘿。要紧好，要紧，安尼较紧。嘿，好，大家还好吗？还是因为我感真好觉讲真好，嘿，真好，我就继续哦，吼。好，所以这就是WHO 注重的吼，差不多拄好伫个 COVID 进前发布的咱即马每一个中者爱注意的6大项，安尼大家都知影，看到讲毋是干那身体尔吼，其中即个 depression 吼，甲即个 cognitive，就是讲认知的部分，甲忧郁的部分吼，拢是个真重要的内底吼。那行动、运动即方面是6大项内底其中一项尔。我拄则有讲。佫真重要，就是因有可能变做是一个照顾者，毋是去互照顾的吼，所以即方面原来爱去注意伊伫个家庭内底扮演的角色是啥。有诶人已经家己袂堪日啦，爱佫照顾家己的厝里的人吼，所以变做是2个人拢需要照顾。咱拢普通时，咱拢干那看到迄个去看病去互照顾迄个人尔，其实伊边仔即个。翁也是某，也是姐姐，也是哥哥吼，也是小妹小弟，其实拢足重要的安尼。好，所以慢慢，咱都会感觉讲，随即马老人愈来愈济，愈来愈独立，可能真济是翁仔某家己带做伙。毋过当开始咧老的时阵，其实是真重要，毋是在地老化尔，都是在你的社区的老化吼。即个图其实是简单要甲咱讲，为人开始，伊有。边仔有伊照顾伊的人，然后有伊上亲的一寡人，伊的即个人际关系，过来有较外围的，可能就是一寡社区还是社团吼，过来就是可能伊平常时有咧甲伊斗相共的一个专业人员，还是病院啊，是所有的即个 care 的一个关怀的即个网络安尼吼。上尾就是外围，就是咱普通时在地即个政策安怎看做会。中者吼，这其实是一点一点拢互相爱包做伙，还是互相拢爱有关系吼。所以若安尼时阵，就问一个小可轻松一个大家吼，会使小可想者吼。欧洲人会问一句话啦吼，就是讲，你捌想过无？你的一生当中上尾一摆搬厝是啥物时阵安尼？即个话真趣味哦，咱会使大家去想看觅吼。你感觉上尾一摆搬厝会是啥物所在？你即马住的厝，就是你上尾的厝啊吗？吼，若是无的时阵，你有要想讲即马住的厝，就是后摆一直到老，就是要住的所在吗？若是安尼的时阵，即马即间厝有法度甲你继续留20年，还是30年无？吼，要安怎去准备即间厝是，互你会当到上尾，所以你毋免搬厝。若真正无去想的人呢，就变做后摆搞不好是去互人搬厝，别人爱替你搬厝啊。所以欧洲人真趣味，因就来问即句话，我感觉是真重要，咱大家拢会使想看觅安尼。好，过来就是讲，因为呢，拄则有讲联合国一直咧讲，过来咱即10年吼，咱即马大那个2024啊吼，即马，所以即个decade吼，即马即个10年是所有的发展国家拢总会变做超级老人国啊吼。超级老人国的意思就是20%的人口，每一个即个国家20%的人口拢是65岁。我会记得我伫美国读册的时阵，吼，迄个时阵美国差不多是要入去差不多12%。我离开美国的时阵，2008年，我2008年转来台湾的时阵，台湾无到10%哦。美国已经12%，台湾迄个时阵差不多是10%。所以比美国还佫老较慢，但是咧。台湾明年就要迎接20%，所以台湾这个速度是紧甲全世界拢无的。所以原来虽然真努力咧学其他的国家安怎准备，毋过因为咱是走了爱佫较紧所以其实
佫加上咱的文化种种，所以其实是真正走甲喘皮皮安尼吼。所以有当时啊，会感觉讲即个制度还是真侪互人无满意的所在。毋过老实讲，大家还是真努力啦吼。所以原来爱甲台湾的大家人鼓励一下，也是甚至讲大家若有转来台湾，咧顾士大人，还是讲一寡长辈的时阵，原来原来爱甲大家小可讲者讲啊，其实是真正真努力啊安尼吼。台湾即马真侪制度，其实拢比美国比真侪国家拢加真好吼。只是咱的一寡较周全的所在，也是讲较优的品质吼，可能是爱佫加强安尼吼。好，那所以呢，联合国即马这10年吼，伊就有讲到4个大的重点吼。第一就是讲，其实老人愈来愈侪，咱即个社会对老人有愈来愈友善吗？也是开始有一寡歧视的现象出来吼。嫌老人上班也是讲咱会过大路，咱会一个老人伫遐较紧的啦，我咧上班袂赴啊也是拄则咧讲坐公车即马有爱让老人坐无种种。过来就是爱创造一个真高龄友善的环境每一个城市可能你的车红灯你都爱注意着讲过大路的人即个秒数是毋是有够互伊会当过？若无的时阵，是毋是中爱有一个小可休困的所在？像韩国一寡，像讲敢若咱台北的即个信义区较闹热的区，因即个交通流量足强、足大。因就真正有设即个过咱的12路的时阵过到一半，真正有一个休困的所在，因为即个秒数实在是变了足紧，老大人爱路阁足宽，所以呢老大人无法度一摆过了，就爱伫中的时阵休困。即类的物件，拢是咱后摆都爱愈来愈去想的代志。譬如讲公车要去哩我相信即个 handicap 这方面 ，disability 这方面，原来愈来愈重视安尼老人的目睭较无好所以呢，咧所有的指示是毋是会当较为因的即个目睭来看安尼所以变做下骹上尾两个，就是咱的健康的制度，甲咱长期照顾的制度，必须爱较完全的较整合性的，也是讲爱较周全的安尼所以这两个这4个若差不多这10年无创好的时阵，真正会真危险好所以针对这4个呢，我就小可来甲大家较轻松的分享一寡我这几年来可能针对这4大项小可有咧做的代志啦我分顶头这两个就是较会当避免老人的即个歧视甲即个创造高龄友善的即个环境做一个我即马咧做的代志的分享。下骹就是咱的健康医疗甲长期照顾，我嘛做一个我即马咧做的代志的分享安尼所以我会分享2大项安尼。好，第一大项可能就是咱即个因为社会无爱歧视老大人社会爱建造一个较友善的环境，其实就是爱咱所有的年龄大家关系爱好啦所有或者青银就是讲青年甲即个银发族大家关系一定爱愈来愈好，互相才袂去歧视对方安尼老人看少年的袂起，少年的袂顺眼，少年的看老人目吞吞袂使安尼这是台湾上新的一个研究那生活的这个调查你有看到讲真这内底真侪数字啦毋过我听起来这个所在就是咱上新的老人社会调查内底，独居的老人占10%所以就每9个人就1个人是独居过来翁仔某家己住做伙是差不多1/4的家庭拢是安尼有第2代有2代尔这2代大家爱想古早的2代是这个高龄的老爸母甲差不多中年的这个囝儿这叫做2代即摆的2代嘛有可能是65岁甲95岁所以毋是古早的2代可能是65岁甲45岁即摆的2代有的是65甲95所以这个2代无一定是真健康的2代
这拢总合起来是75%吼，所以75，我若无算毋对，应该是差不多是，应该是哦吼，看觅紧紧算者70%吼，所以台湾的大家户吼，即马的定定阮有咧讲，即个家庭的互相的支持的气力吼，是足无啊啦吼。你甲想吼，若是人口每一个家庭内底人口遮尔少，若万一一个破病也是一个出代志，另外遐花一定差不多拢已经无啥安尼吼。所以即个生活的压力吼，平常时照顾的压力的即个潜在危险是足悬的安尼吼。好。所以像安尼，咱嘛希望讲少年人吼，加减咱若干那靠家己的亲人是无够啊，吼。所以呢，这是最近有一个新闻的即个调查讲，75%的老人拢感觉讲无受到即个少年人的尊重安尼咯吼。所以阮就做真济，希望讲会当互少年人去体会讲啊，老也是啥物款的感觉吼。所以有一寡组织，包括我嘛有发明一寡互人体验讲老是啥物感觉吼。穿一寡特别的衫，互伊感觉讲迄关节啊吼，也是即个目睭看起来拢无啥吼。所以要行路种种足慢的，足小心啊，毋好惊跋倒吼。互遮少年人会当体会，然后看因会当较知影讲体验即个同理啦吼，来会当知影讲老人的心理是安怎无安尼。我伫台中都有让一个，我感觉足趣味啊！我有当时一直咧想讲，有一天要带因出国去吼。65岁以上的老大人，去甲因发现讲，因的人生内底过去有趣味的代志，也是因真爱变的一寡代志，因真厚的所在。每一个人找一项出来，然后伫社区内底分享吼。即内底有真厚会当编织啊的，有真厚会当染布的。有真厚会当加纸的，有真厚会当种葫芦吼，有一个人嘛是足特别的，伊是真厚讲好话吼，随时都会使讲好话4句连安尼吼，所以足特别，有一个真厚做客家的布的一寡制品吼，另外即个阁有一个是真厚种兰花吼，毋过即个伊讲伊是爱读册的。农夫啦吼，伊种兰花种去外销日本吼，所以伊平常时种兰花会互伊听古典音乐。伊讲，毋过若要开始要去开始要运去日本的迄礼拜，伊会改做日本歌吼，互因小可会当伊小可安尼知影讲到时袂水土不服吼。即个是一个种兰花的即个。中者真趣味，我讲伊是安怎是一个爱读册的种兰花的农夫呢？伊有真济感觉讲真济台湾的民谣也好，还是讲咱的地方内底一寡故事吼，少年人拢愈来愈毋知啊。所以伊全去联合一寡国小甲幼稚园的老师，做伙写真济即个绘本illustration 的绘本。所以伊之时做农夫，暗时就较老师做伙咧写，互儿童会当读的台湾故事，真趣味。所以即内底有3个重点吼，就是我转来台湾了，一直咧做的代志，就是希望呢会当互咱做中者发挥咱拄则咧讲的生产力吼，即个方面，因一定阁有足侪智慧，阁真侪服务心。所以而且呢，会当生活到70、80岁吼，一定有真侪生命内底经过真侪好诶、歹诶，安怎真坚强活落来吼。尤其阮刚开始诶时阵是伫咧台中诶即个东势遐，当时古早即个921大地震诶时阵吼，大地震诶时阵，其实是几乎所有诶人诶厝拢倒去吼。遮个老大人当其时已经差不多拢65岁啊，结果家己无倒而且阁带家己诶社区啥，继续阁重建安尼吼，所以真有即个生命诶伦理安尼啦吼。过来就是因可能有一寡技术像讲大家看到即个图内底就是一个满面诶达人，阮拢叫达人啦吼。
然后因会当虽然年纪老啊，毋过还佫会使帮忙别人，所以这就是阮三个真重点的精神安尼吼。活出家己，做拢是80岁以上的即个长者，拢一直家己因为讲，因为安尼呢会当佫发明足侪物件，动脑筋，所以因拢足欢喜的，当去社区内底分享。即个就是我拄则咧讲的郑兰花的长者伊家己画出来的即个绘本去甲幼稚园的学生伫咧图书馆内底分享安尼。即个是另外一个是咧种葫芦的达人有即个全台湾的世界的台湾纪录伊捌种即个葫芦200公分两公尺遐尼大枝迄是长的长形的升到伊是一个即个开机车行咧共修理机车奥多麦的一个乌手毋过伊足爱种葫芦画葫芦所以就会当甲阮教讲安怎画的顶头，可能大家看中迄顶头安怎画即个葫芦画甲足水敢若艺术品的安尼这是伊的技术过来是一个水鸡达人台湾拢总26种的水鸡倒一款的水鸡啥物声因有啥物款的特别的行为那迄个查甫水鸡、公的水鸡咧辱母的水鸡安怎互相安尼爱相战爱战其他的即个公的水鸡战赢安怎故事讲甲足趣味因为原仔也真爱水鸡，所以伊录足侪影片所以囡仔拢足爱听，大人嘛学真济用即个机会来教育即个环保的意识因为水鸡若要活，一定爱有真好的水质甲空气安尼所以原来是一个真趣味的达人安尼。因有当时到学校去去学校甲影响一寡大学生互因知影讲，其实你看年纪遮老佫会使做真济社会贡献希望少年人嘛爱努力找着家己即个人生的方向安尼。所以每一个月拢有真济因去各所在去分享包括即几年原仔去家乐内底去分享然后去一寡老人的据点，去即个护理之家种所以这就是我伫台湾即马真努力咧做的代志因嘛会学即个网红去翕真济真趣味的即个相片看起来这拢总80岁起跳中即个穿白色的歪靴子的即个阿伯是90岁所以因人佫会当去社区内底分享，我感觉是一个足水的代志安尼好，另外一项时间上好像还可以佫互我差不多10分钟来讲，另外一个方面就有影是医疗甲照顾的问题因为过去我训练内底，我的训练内底是伫即个洛杉矶的 VA Hospital 做即个迄个 medical social worker 当其时我的训练是伫咧 hospice 甲即个 geriatric management 的迄个特别的 special team 内底，所以因为安尼的机会，当其时原仔美国真少人行即道啦就是即个安宁甲老人专业的病房专科病房内底的即个整个的整合性的即个医疗的管理安尼所以原仔有即个机会的关系，转来甲台湾就拄好遇到咱的咧发展咱的长期照顾特别是伫咧即个 dementia 即个方面因为我过去伫咧美国大学的时阵，就参加咱美国真有名的 Alzheimer Association 就是咱的美国的即个失智症协会阿兹海默协会迄个时阵为志工开始做起，落尾嘛原仔担任因的政策的委员甚至是亚洲政策的委员即方面所以有真济当其时伫美国即个 Alzheimer 的资料呢，我拢负责翻做中文当其时伫洛杉矶，我要转来进前几年开始伫社区有甲跩重要的资讯拢会当翻做中文安尼。无想着讲到尾转来到台湾的时阵，有当时会看到我当其时翻的中文有一摆无场地咧，甲大家咧讲，恁大家知影做中文的物件伟大来无安尼因拢毋知影，因为台湾都大家抄来抄去安尼所以
家己讲较歹势，毋过我甲因讲，主要拢是当其时我做学生，也是咧读硕士的时阵，感觉讲咱需要真济，因为大部分的物件拢英语吼，所以当其时翻做就至少中文，互咱一寡移民会当看会着安尼吼。好，转来台湾遮无着有跩本来是咧行较即个拄则讲较活泼吼，较会当提升咱老人的贡献吼，社会即个方面大家较了解老人啊，较会当即个适应吼。毋过落尾啊，原来开始进入即个长期照顾即方面安尼。咱拢知影一个头脑的退化吼，其实有足侪方向啊，吼，足侪方面安尼吼。即个为讲咱的注意力吼，也是讲即个记忆，过来语言可能有当下讲袂出来一寡代志，过来就到中期，可能咱理解的能力吼，人叫你做啥，可能反应袂过来，甚至做袂好吼，有当时到较严重的时阵，讲家己去洗身躯嘛袂晓吼，种种。开始脾气吼，可能变做讲安尼较，大家拢戆呆吼，所以规个身躯拢无啥会晓振动。毋过到落尾其实原来有影响大家互相的一寡感情咯，种啦吼。台湾即马有32万的 dementia。每30，即个每啥毋对吼，每30秒钟都有一个人着即个去用诊断dementia 吼。全世界即马是55 million 吼，那20年来，未来20年，这数字拢会 double。所以其实是一个世界的卫生组织一直咧讲，后摆会当拖累每一个社会上重要的一个，甲大家经济拢拖累落去的，就是 dementia 吼。当然，即个美国特别选举啊吼，所以两个老大人的即个 cognitive 吼 cognition 嘛，拢会互人真烦恼吼。毋是干那袂记代志尔，我感觉两个人拢小可烦恼，因为一个脾气无好吼，一个记忆无好吼，所以拢有小可。伫咧大家烦恼的所在安尼，然后小可滚生笑一个安尼。毋过，就是讲一个人若失智吼，其实影响厝里的人，伊影响伊爱医疗，包括社区吼，可能差一点甲厝里烧去，还是讲走出去毋知安怎转来吼，所以警察咯啥，大家拢爱出动来做伙来甲找吼。厝里人照顾原来定出代志，所以上班无法度好好上班吼。所以伫个学术上，即摆拢会讲一个人失智会影响24个人。每一个人吼，一年爱差不多100万台币吼，社会成本差不多爱200万吼，所以一个人若平均差不多12年着失智症吼，所以伫台湾可能爱需要1200万的迄个费用吼，这还佫无包括医药费吼，干那照顾的费用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大的社会成本。所以因为安尼，其实台湾原来真进步，咱是亚洲第2个国家有失智症的国家政策吼，伫个顶头7大项拢有做真济的努力安尼，包括大家嘛爱开始熟悉讲 dementia 是安怎，若怀疑的时阵，较紧有好的医生会当做即个较 precise 的诊断吼，针对即个家庭的照顾的人，拢爱有一寡支持安尼。那台湾原来开始注重讲社会优先，拄则咧讲，其实老人学的上尾一点就是社会安怎看待即个老人吼。所以咱原来开始有一寡，譬如讲，叫做失智优先的组织吼，店面吼，譬如讲，有的店面因为老人会逐工拢去买共款的物件，你要互伊买无？所以就有譬如讲，若较庄脚吼，老阿嬷逐工拢去柑仔店买豆油，伊就一直拢爱安尼吼。所以要安怎呢？结果就有，譬如讲，好啦，互伊继续买啦吼。然后即个囝儿逝世呢，一礼拜才甲伊买假的物件，佫摕转去换其他的物件吼。所以接一寡，譬如讲，互安尼，逐工拢去买豆油，买10罐啦吼。囡仔才偷偷甲这另外，可能留2罐就好，8罐摕转去柑仔店柑仔店会当互伊换其他的物件吼。这叫做咱的友善的组织，也是友善的即个店面安尼吼，会当开始互因感觉讲因会当活甲真正常吼。结果莫互因讲因为破病拢跩，啥物物件拢袂当做，拢互限制起来安尼。所以台湾
大家知影，就是差不多这8年吼，已经行8年啊。这8年就是咧努力这个长照2.0吼，啊，真济可能在大家伫这个即马伫咧线上有听到的，就是有可能有台湾有家己的是大人吼，若有需要这方面的物件，其实拢爱鼓励因好好啊，较紧去用安尼样，这真正会当帮助一寡家庭较稳定起来安尼吼。好，啊，对失智这块呢嘛，真正做足侪代志，就是讲有设这个，或者病院内底有 care manager 吼，来做真侪专业的服务，啊，甲讲啊，有一寡这个社区的据点吼，是互这个dementia 的人，这甲咱美国也是国外普通市原来有这个 adult day care 吼，台湾原来有，啊，毋过 adult day care 可能是互较严重的。失智这个物件，有的是爱真早期吼，伊拢还阁会生活照顾拢无要紧，就是伊定定会出问题。有当时啊袂记哩这，袂记哩迄，还是讲伊咧做啥物代志的时阵吼，一个小可一个小小的步骤都袂记哩去，还是啥？所以这吼较轻度的人会当来参加呢。啊，伫台中第1间即个失智的共同照护中心，就是由我开始设立吼，啊，即马已经8年啊，所以用真济我老人学的即学术的学习呢，所以阮甲即个中心设计甲是一个真为家庭来思考吼，然后互所有的失智的人拢真有尊严啊。附近的社区拢定定咧教育，讲都爱对因优先安尼啊，所以即个失智共照中心呢，伫台湾算是第一个得到即个台湾医疗内底上大的即个品质的奖吼，或者国家医疗品质标章这样子的吼啊，所以着一届啊，结果阮因为即几年佫特别为着即个较年轻的吼，或者 young dementia 65岁以下的吼年轻型失智症，佫有特别的照顾，所以佫得到第2届的国家的医疗品质的迄个奖安尼啊，所以即内底呢，阮就真用心咧看讲。当一个人开始得到失智症的时阵吼，伊可能原来是一个老爸，是一个囡仔囝吼，做人的翁婿，做人的囝，啊，个嘛是家己一个是老爸吼。伊原来有本来咧上班吼，也是伊是某人的兄弟姊妹，毋过得到失智症了后，遮物件拢总无法度啊吼，伊家庭的角色无法度扮演。而且呢，可能家己的头路嘛会无去，还是讲伊的工作，还是讲要去佚佗，种种人权法律的问题，拢会互真受到限制安尼吼。甚至伊都无法度照顾伊家己厝里人，这就是阮有即个病人家己讲，我要做一个好老爸，毋过我连我国小的囡仔的数学题目，我都无法度甲教，我是要安怎做一个好老爸？我应该爱趁钱。饲我的囝儿，毋过即马失智啊，去互人 fire 啊，所以我无法度趁钱，啊，我爱友好我的老爸，毋过我即马失智啊，我嘛无法度照顾阮老爸，阮老爸有当时啊讲的话，我嘛听无，啊，要安怎甲伊反映，伊足受气。所以失智的人其实嘛是有迄个感觉吼，因想要活了好，啊，毋过其实周边的人拢会真烦恼吼，所以有当时啊对待因原啊毋是真优先安尼，所以我就开始为大学开始做起吼，大学呢开始来训练，为大学1年开始，大家都爱熟悉即个病，因为国内的台湾吼，足侪人拢有可能会遇到厝里有即落款的病的人安尼。啊，所以阮做真济，譬如讲设立一寡据点，吼，遮个有失智症的人拢会使去，啊，然后学生做伙去带因运动，吼，啊，过来就是带因做伙做yoga，吼，普通时吼，因若去老人的服务的时阵，可能无法度遮尔自在，也是遮尔生活化，吼，啊，有诶可能爱坐轮椅，所以就变做安尼。足 nursing home 的感觉，毋过我希望制造的是
跩较轻度、中度以前的人，拢会当活甲真自然，哦，活甲真自然，都是敢若无破病共款，互因感觉讲因还阁是会当真自然的生活吼。因为真侪失智症的人来拢咧讲，拢会讲，当我去互诊断失智症了后吼，我的厝里的人为着爱我也好，还是惊我出问题也好，拢会一直甲我限制，一直甲我限制。把我当做敢若一个无路用的人安尼啦吼，所以为着要互因较有人权啊，较有尊严咧，啊，阮逐年拢会办即个失智症的健走吼。问题毋是要互因出来行路尔，问题是要经过所有的店面啊，教育即个社会讲，其实因毋是真互人惊的人吼，因为真侪人拢讲失智症会拍人啦，会啥物反起反倒的安怎吼。毋过当因真正常的时阵，伊嘛是甲普通人共款安尼。甚至阮来演因的戏吼，互大家听，啊，互所有的家庭才知影讲哦，原来 dementia 吼是要安怎照顾较好安尼。然后台湾因有真侪人会即个请即个外国籍的看护吼，啊，所以真侪外劳来呢，其实袂晓照顾，所以阮办真侪活动，敢若咧佚佗咧吼。啊，毋过其实是即个佚佗当中，来教育因安怎去照顾遮个病人。啊，我真爱看即落款的画面吼，就是阮的大学生陪即个失智症的人吼，做真侪代志吼。这毋是爸爸甲囝，毋是阿公甲孙仔，是完全无关系的人吼。啊，一个是医学生，啊，一个是失智症的病人。啊，毋过因拢会当真自在啊，做伙这是 Christmas party 吼，阮会甲因办 Christmas party 安尼。然后旧年我做一个旧年算是一个真大的突破啦哈！我看到这张相，其实拢足侪感触，就是我一直要希望讲，咱失智症的人爱有一寡尊严，爱因照顾的人嘛爱受到真侪支持，毋好拢安尼眯起来吼，啊，家己住遐暗时照顾者，家己住遐咧流目屎安尼。所以旧年我决定讲，我要做一个真大的突破，就是我要带因去 camping 去露营吼。所以我号召一寡学生，啊，过去我家己的学生，即摆拢伫咧各行各业咧做代志，讲来找迄个 weekend 呢，大家来做一个有意义的代志，啊，来做志工，啊，咱来带 dementia 的 family 做伙去露营安尼吼。啊，所以这是旧年做到的，终于的 dream come true 啦吼！原来伫咧全国内底，真侪人讲是真无简单的一个代志安尼，带失智症的人去露营。当其时我讲要去露营的时阵吼，可能有讲甲10个人讲，可能有9个半的人甲我反对吼。就讲啊，真危险啦，半暝若走无去要安怎啦？吼，也是讲这因若脾气野起来，你敢有法度招架得住吼？伤危险啦吼，啊，包括家属有的人嘛，感觉真危险。啊，毋过落尾啊，我都甲因挂保证讲，阮会做真周全的准备吼，学生拢会做训练，种种安尼。所以讲到遮，其实差不多时间啦吼，已经小可过10分钟啊。啊，我想要甲大家讲，就是上尾是这本册伫咧旧年嘛发表吼，就是伫台湾呢，为着65岁的人，爱准备一寡。那真正要成功的老化，有真侪拄则讲 active aging， 毋是你家己准备好就好。你住的所在，你的财务，你要甲人厝里的人安怎沟通，你的上尾，你的甚至你的告别式要安怎做吼？啊，有一本真好的册，由政府委托我写吼，啊，所以大家若有趣味，会当即个 QR code 会使去迄个即会使下载啦吼，会使 download 安尼。啊，所以这个册叫做《好好生活老后幸福指南》吼，这是用差不多年半的时间写出来的一本真有路用，安怎教大家退休以后爱为家己准备的25项代志的一本册安尼。吼，上尾就祝福大家今仔用足侪时间，希望讲袂真无聊，然后希望讲大家老的过程当中会当真优雅，会当真有尊严。啊，大家好，大家做伙来变老安尼，好，所以真欢喜今仔有这个机会甲大家分享，安尼就感谢大家，嘿。多谢主安吼，讲啊足好诶吼。
主要用伊过去学的物件吼，啊来转去台湾吼，啊伫台湾做遮尔有意义的代志吼，啊我家己是台中人吼，我都感觉讲哇，哎，阮实在台中有你实在足好诶吼，啊尤其是你伫台教遮医生吼，来接触即种人吼，所以互遮医生也拜吼，都较有同理心吼，我感觉这是做有意义诶代志吼。咱即马开放迄个QR QR 迄个Q&A 时间吼，啊，逐个若有问题人，请你举手，还是嘿，有要问主安的人吼，会使请你举手。大家会使举手啊，但是我即马有拄则有一个 CHIEN，但是我毋知影伊敢是要拍棚啊，结果验着，伊即马佫藏落去啊，呵，呀，咱若阵逐个还未开始，大家会使想你的问题吼。啊，要想即个问题进前，无定咱请一个，伊嘛是 senior 吼，已经超过80岁，但是抑阁做努力拢咧做伊的代志吼。迄个吴医师敢伫遮？吴医师，迄个主安，你敢会当甲你的迄个 PowerPoint 填记我即马迄个就是咧填 sharing？记，小等我即马咧填记，所以我毋过我的 screen 无转来。Yeah，I'm doing it. So 你若阵袂当填记，我会当先帮你填记。好啊好啊，你帮我填记一下，因为我来即马找无。安尼填记啊？好，多谢。吴医师敢伫遮？啊，有伫遮。你敢要分享？你啊，嘛是长辈嘿？多谢小阮点名吼。啊，我今年是85岁啦，毋是80吼，85岁，可能我讲80 over 啦，嘿，over 80。即个今仔日听众内面，可能我上有岁啦吼。啊，第一项我要讲的就是讲吼，即个朱安教授今仔讲遮吼，啊，我家己来碰一下吼。我就是讲，你所讲的大部分我拢有达到你的目标啦吼。所以用你的即个老人学的标准来讲，刘公兄咧笑，我相信有赞成啦吼。用你的老人学的标准来讲吼，我是算做成功的老人啦，吼，应当是安尼吼。安怎讲的吼？第一，我84岁才退休啦，吼。啊，第二，我即摆85岁，也爱咧写作啊，吼，文学的创作哦，毋是讲咧读创作。第三，我所有的老人病拢有，我心脏病，吼，啊，2个癌症，吼，药治无去，吼，开刀啊，即个尿路线的问题，吼，种种我逐项拢有啦，吼，啊，但是我即摆还阁算做大部分正常生活的代志，我拢也会当做。啊，我逐日拢会当即个照人慢走吼，差不多1点钟。所以我是你的一个真好的即个例啦，吼，即个标本就对了。足好诶，嘿。这是家己分家几个部分啦。啊，过来我要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讲，即个老人，即个老的过程吼，对老人来讲吼。这个死的问题是足大的，这个伫伊的头壳后壁，定定拢存在的物件吼。这个老人学是毋是对这个方面有啥物吼？会当帮助老人的所在，有去注意无？啊，安怎注意？啊，安怎来帮助老人了解这个问题？因为我感觉这个死的问题吼。是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对老人来讲是一个真要紧的问题啊。多谢。
要直接回答吗？还是讲咱要安怎我进想你会行较好？使先直接回答，因为即摆还阁无其他人举手，你会使先回答，嘿。多谢咱即个陈先生吼，嘿。不好意思，啊伊的笔名无意思，是单无意思，位。哦，歹势嘿，即个死的问题吼，其实伫老人学内底是真重要的一个议题。啊，伊其实嘛是一直有咧讲即个议题其实是需要定定讨论，定定当然你讲的无毋对，伫咧学术上、学理上，人讲其实年纪愈来愈大。拢会去想到即个代志，因为有当时啊，即便你若是你家己无要想，你身躯周围的人、亲人若过身，嘛是会提醒你讲，爱去面对即个代志安尼。啊，因为即个面对的过程当中，就变做有三个上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会对即个代志会惊吓无？也是讲，你会去想要爱去探索讲，咱要安怎来处理较好？有人会当做伙参详，还是讲无？第一就是家己对即个死亡的看法，啊，毋过有当时啊，家己的看法有当时啊会小可莫讲甲惊吓嘛，可能无了解，所以有人会当讨论无？吼。那这个讨论的结果对你来讲是OK 吼，是会当接受，还是讲阁有继续有当时啊讨论落去，阁有一寡代志阁出来吼。譬如讲有当时啊讨论家己咧讲家己死亡的代志，毋过哪会讨论到落尾啊，发现讲小等下我其实阁有譬如讲我的囡仔有啥物，互我阁较烦恼的代志，我若先走啊。另外一个是要安怎吼，所以做诶代志毋是干那你家己诶问题尔，你有可能是会阁牵拖一寡其他诶物件起来。所以对老人学来讲诶时阵，其实是一个真需要互讨论。啊，毋过伫咱诶文化内底，阁变做是一个真无爱互人，甚至是无应该讨论的即个思考吼，所以伫咧台湾真正真歹讲到即个代志。但是老人学内底一直拢有咧讲，其实老大人毋是无咧想，嘛毋是讲无需要想，嘛是甚至讲其实嘛会去烦恼即个代志，可是因无机会。会当来讨论，会当来讲安尼啦吼，所以即马台湾嘛开始有咧想讲有一寡较 creative 的方法来讲即个物件，嘿，是讲较有一寡即个，像讲我迄本册内底上尾一个，就是咧讲，至少有一寡 item 你会使讨论的，你会使开始甲恁的囡仔讲啊，还是啥呢？另外一方面就是咱心理学内底有咧讲的即个 Erikson 咧讲的，就是讲。人到上尾的阶段，你对人生的看法是安怎？你的人生是阁真济真怨叹啊，还是讲真济即个要做的代志拢袂做啊，真烦啊，还是讲你的人生安尼想起来，其实有一寡家己感觉真满意虽然有当时当然啦，这身体咯啥袂当。真如意毋过就是讲，至少有一寡真正面的，互你感觉讲人生行到遮的时阵，其实嘛拢有满意的所在所以因为人，咱即摆是其实愈来愈济岁无毋对，希望拢无代志。毋过有当时嘛是有当时会有一寡当时要发生，咱嘛毋知，所以至少咱的心态甲心理，对咱的人生是有小可。消化过，还是整合过安尼，所以即个物件，原来是我伫台湾定咧做诶，阮叫做 life review 啦，就是生命诶回顾即个物件，互大家去小可想着讲人生即个物件，过来要安怎行，种种做讨论，大家可能年纪差不多诶人，查甫查某，大家做伙讨论，所以就感觉讲安尼，愈来就袂愈去感觉讲即个物件是真欠算，还是讲真无应该讲诶。代志啊，你有看到吼？我看，切论文两个人有老问题啦吼，但是我嘛有看到赞成遐举手，嘛有看到迄个
龙岗遐开 video， 伊可能嘛有要 feedback 吼。啊，迄个确认的问题，我想咱请赞成遐先问问题。啊，确认的问题，迄个主案你敢看会到？有，嘿。安尼确认的问题，请赞成遐老师先问，啊，过来你遐来回答确认的，做伙回答好无？好。主任教授哦，是阮老人的宝贝啦。啊，你哦，迄个早期伫美国拄开始要老人学的时，你就入去研修啦吼。啊，你互我上感动，讲你甲你外国学倒来这功夫啊，摕转去故乡哦，啊，造福人群咯。啊，或者咧老人吼，有法度过一个较尊严的日子啦吼。啊，这个就是无简单啦吼，真无简单。啊，伫遐一个开拓者吼，啊，要伫阮迄个拢生分的所在吼，啊，佫逐项拢还未周治的时阵，啊，你有法度甲你的学问吼贡献出来安尼。我就是要甲你说多谢啦吼，多谢，做一个老人哦，我代表老人甲你说多谢啦。真正安尼真歹势，多谢。爱国学的物件真正足侪，所以我毋知讲迄个时阵感觉讲哦，哪有一个学问是一世人学袂了。啊，即摆吼有当时啊，真侪人会甲我讲，啊，你哪会遐厚吼？啊，30年前你就开始会晓学即项安尼，即摆安尼足会当用着吼。其实毋是厚啦，是实在是真正家己有趣味，做老人的工课，迄若无趣味的时阵，我想嘛行袂落去。啊，毋过即摆学到即阵吼，真好笑，就是有当时啊，我会讲一个好笑的话，就是讲学到上尾吼，用北京语来讲，就是变做讲。送礼自用两相宜啦，就是讲，反正家己嘛咧老，所以家己嘛用会着吼。啊，然后甲做智慧吼，帮别人啊嘛用会着，所以啊送礼也是家己要用拢会使安尼吼，所以真趣味啊嘛。迄个时阵无想着讲安尼，主要是真正家己有趣味吼，啊，感觉讲真有意义安尼嘿。多谢嘿。安尼，即马请主安回答迄个确认的两个问题吼，你会使甲问题先讲出来，安尼大家知影。啊，过来较请梁光遐来问，好无？好，确认的问题是讲，即个咱台湾即摆咧推动的长期照顾吼，2.0吼，甲即个3.0有啥物无共款吼？每一个数字吼，1.0、1.0甲2.0吼是10年啦吼，所以台湾即摆是第2.0，就是讲第2个10年已经。第8年啊，吼，所以马上爱准备3.0的第三个10年安尼。啊，因为第2个即个10年主要是咧发展咱的社区吼的即个照顾，所以伫咧 home care、伫咧 adult day care 吼即方面其实拢建设了差不多啊，吼。啊，当其时呢，即个10年较无去注重的，就是 institutional care 吼，就是咱的机构吼，会当带24小时的即种，譬如讲老人院，也是讲护理之家在。当其时，因为这原来也开销较大，那普通人嘛，毋是讲普通人就会当建设一个 nursing home。大家拢知影，以譬如讲美国来讲，哦，若真正要带即个assisted living， 也是讲 nursing home， 足贵吼。啊，原来这爱用变做真侪是商业的模式，才有法度来 run 安尼。啊，因为咱国家若要开始发展这税金咯啥，这是国家的负责，所以当其时。咱决定是讲这2.0的时阵是甲社区的 adult day care， 也是 home health care 吼，然后做居家服务这物件，拢先创好，然后有气力，也是讲准备好啊，才来考虑讲要创这个 institutional。所谓讲要创，就是讲政府有要补助无安尼啦吼。啊，即摆原来有需要，因为一寡真正较重的人，譬如讲伊已经拢爱倒伫眠床顶头，啊24小时伫厝里，可能原来照顾也足辛苦，所以真正可能爱去 nursing home 也是 institution， 所以过来3.0可能就会较准备即方面的安尼。另外3.0原来也开始较要准备讲即个 home hospice 即方面吼。伫咧美国上尾人若要过身，可能
有诶真济嘛是伫厝里过身。台湾即摆开始原来有啊，毋过就是爱即个发展甲较周全诶安尼，所以3.0可能就会做即个代志安尼。啊，搁另外一个问题是咧讲，即个湿地的即个共同照护中心吼是啥物？即个伊家己本身毋是咧照顾，其实湿地的代志吼 ，dementia 的问题爱去准备的代志足济足济啦。譬如讲，厝里的人有了解即个病无？啊，即个人是安怎？有的人是袂记哩代志，有的人是脾气变足歹，有的人是即个伊会定定去想着讲人要害伊，吼，种，所以真失地的人的表现，有的人拢，逐个人拢无啥共款。啊，迄甲过去伊是啥物职业，还是伊大的即个伊的生命数真有关系啦。所以，共照中心、共同照护中心是一个敢若 consultation 的中心，就是讲，互每一个失地的人，还是伊的厝里的人。为着过来可能爱行12年，吼，每一个湿地咱拢甲想讲差不多，啊，阁有12年的时阵，要安怎准备吼？啊，要选啥物款的照顾方式？厝里的人会当安怎甲伊讲话？因为有的翁仔某过去感情就无好，即摆湿地啊，害啊，吼，要安怎甲伊讲话？还是讲查甫的照顾太太，太太照顾查甫先生嘛，拢无啥共款，吼，所以伊是一个 consultation case management 的 center。啊嘛，当然包括讲，你要适合倒一款的照顾模式吼，譬如讲，你适合的有的人较孤僻，吼，伊真正无法度甲团体生活的时阵，可能就爱适合 home care， 吼，是有人去处理，甲你照顾。有的人较希望讲，伊的头脑继续阁维持，会使去团体生活，去团体生活，啊，需要啥物款的即个刺激的活动。啊，阮会当甲伊 consult 吼，会互伊感觉，互伊知影讲台中啊，譬如讲阮的 local 遮倒一间是较适合伊的，就是讲意思是讲，笼统来讲，就是有一个真专业会当参详的所在，来帮忙即个家庭安怎行即个12年啊、15年即个路安怎行安尼，所以即个共同照护中心包括说医生哦安怎诊断治疗，然后啊，阁有即个 case manager。安怎会当互你一寡参详，若是讲即寡，譬如讲有当时啊，有诶失智诶人是全戆戆，拢无爱叮当，啊，这对这血液循环嘛无啥好，所以就会当阮安怎甲伊建议讲，譬如讲用一寡 physical therapy， 吼，安怎互伊叮当，所以较袂安尼全规个拢退去吼，所以拢是咧教因，也是咧帮忙因找资源，啊，甚至阮较少年诶 dementia。伊有可能阁转去工作无？有可能哦，啊，所以这都爱甲咱的 Department of Labor 吼，就是咱的劳动部这边，安怎去参详讲，互伊阁较会当看会当有一寡帮忙无，互伊会当转去工作安尼。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全人啦，阮讲真 holistic 的 service 安尼。OK，所以了解，谢谢。所以以米节日托，它是提供资源提供那个资源还有咨询的地方。好。对 ，OK， 好，谢谢。啊，即马敢是请梁光兄嘿。我有2点回应啦，吼。第一点是要回应迄个成功的老人啦，吼。啊，第二点是要回应咱今仔日的讲者啦，吼。啊，拄则即个单位兄讲伊是成功的老人，伊讲伊有咧分家规吼。啊，我是感觉伊无咧分家规啦，吼。啊，我拢掠伊做，伊是我的 role model 啦，吼。啊，有2项，一项伊是。伊对即个台语文学的写作吼，伊是我的 role model 吼。啊，即点吼，我已经放弃要来学习伊啊吼，我做袂到啦吼。啊，第2点吼，伊讲伊安尼哦，一日吼，每一日还佫走1点钟啦吼。啊，即点我有小可咧学习啦吼，但是学习啊佫无够啦吼。即摆拢在走半点钟45分安尼吼。啊，我佫另外一点学习就是讲。我即摆今年75岁啦，吼！啊，70岁的时阵，咱开始来做即个 online 的即个论坛嘛，吼！啊，所以我即摆想着讲，我若过5档、过10档吼，我想讲我有一项代志会当来做，我会当来准备来竞选美国总统啦，吼！拜登伊人，吼，这毋是咧讲笑啦，吼！咱若竞选啦，咱来变做讲会当较袂老啦，吼！啊，第2点对即个今仔讲员的即个回应吼，除了你拄仔有讲你
20几岁吼，像咧读老人学的时候，恁恁爸母对你安尼诚烦恼啦，你拢捌一寡50、60岁的遮个朋友吼，啊，我就是其中一个。哦，我其实吼，我是虽然我比你较年岁较济，你嘛是我的 role model 啦。我会记得吼，咱捌伫即个台湾人联合基金会共事过啦吼。啊，你迄阵也是发挥足强的 leadership 吼。啊，你就是我印象上深的，就是讲，因为伫咱台湾人台北社区吼，上困难的物件，就是讲要哪甲第一代、第二代遮 get together 吼。啊，甚至会当来沟通，甚至会当共同做代志吼。啊，我感觉你伫即方面的遮个能力吼，我还阁找无，还阁看无人讲有法度人做会当做啊到你即点啦吼。啊，第二点，我讲你咧分享遮个物件吼，上基础的迄个物件，就是讲迄种的基础的疼心啦吼。你若讲要做遮，你鼓励人来吼，大家来共同来面对咱即个人类吼，即个暖化即个危机吼。啊，这上大的解决的方法，就是讲。咱会当疼厝边亲像家己嘛吼，咱会当讲互相关怀别人吼。啊，当咱老人咧关怀别人嘛，想讲啊，咱还会当替人做啥物物件？咱嘛袂记咱已经老啊吼。啊，所以我是感觉讲，即个真多谢吼。啊，我来你邀请足久啊吼。啊，我知你昨日啊无闲吼，啊，会当拨即个时间来咱即个论坛甲咱分享啦吼。啊，若假使佫有一个问题咧，是想讲，你捌我提起讲，你想讲要伫迄个中山大学吼，要开即个老人，要开台语课嘛吼。啊，毋知即马有咧计划啊无？因为有关要照顾老人吼，会当用互老人较亲切的即个语言来甲照顾吼。安尼我想，迄嘛是一种的人权啦吼，啊嘛是一种的疼心啦吼。好，多谢。你回答进前吼，迄个因为即马有会长，啊，搁有柯医师、柯秀文医师举手吼，啊，所以敢会使互因甲问题先讲了，啊，迄个请主安做我回答，因为时间的关系，吼，迄个雨欣，咱请会长先好无？会会长请你先。嗨，主安啊，我伫湾区无会长。我对你的印象还阁停留伫20-30年前吼，你就是伫联合基金会办活动的时候，我有一摆落去，肖教授请我落去的时候，我看你实在是，互我足感动的吼。啊，本来感觉是甲恁妈妈是朋友，啊嘛，后来感觉啊，你嘛是会当诚做朋友，一个少年辈的朋友，足好的吼。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听你咧讲，咱台湾即马社会的老化是速度介紧的一个国家嘛吼。啊，所以渐渐即个照顾老人的资源的迄个需求、迄个需要嘛是足紧的增加。啊，拄听到你咧带即个少年人来了解一个老人的状况较需要，你互因有迄个体会，我感觉安尼的活动足趣味，去互我想着吼，若无记毋着，应该是德国也是荷兰，我即马无足清楚，就是讲因即马有一种吼，咱伫银行存款簿，啊，因即马有一种叫做时间存款簿，就是少年人呢提供因的时间去帮忙照顾老人，有当啊毋是讲有破病，是较老的人无方便出去买菜，啊，替因去买菜，啊，带因去看医生等等，啊，伊即个服务的时间吼，就会当放入去伊的即个时间存款簿。吼，啊，鼓励少年人奉献因volunteer 的时间，啊，即个存款簿将来有一天伊家己老啊，他就可以提款，就是变做换别人来服务伊的一个时间存款簿安尼吼。啊，因用即种方式来鼓励较少年的，无一定较少年啦，中年还是讲即个拄进入即个 senior 的人，伊还佫会当服务别人，用即个方式来鼓励因。出来分担即个社会照顾老人的需要，吼啊，将来家己老换伊互人服务安尼吼。啊，我毋知影即种制度你感觉安怎？还是讲咱台湾敢有可能嘛会当安尼来做？吼，减轻政府甲家庭的负担。多谢。啊，迄个柯医师。
可以说你爱按迄个on mute 哦。可以说你爱开麦克，可小温意思。可以说你敢会当开麦克，还是你要甲你的？OK，我即摆阁无看到伊举手，啊无请迄个主安来回答好无？不行，主安嘛无去。12点嘛吼，所以主安的都时间都叫伊爱困的款吼。无啦，我想伊迄是伊的迄个网络的问题，嘿。OK，转来，歹势。 OK。也迄个你敢会当就头寡迄两个问题小可回答，嘿，好，就是迄个嘿会长甲梁光兄，嘿。OK， 会长吼，足久无看的啊，你的迄个进来原来做足济代志，足成功安尼吼。迄个有关拄则讲的迄个，就是咱的基本上是迄个 time bank 啦吼，咱叫做时间银行啊，即个 idea。伫台湾原来有几个所在有咧推行吼，古早原来有即个非盈利的 non-profit organization 有咧推行，啊，发现讲吼，大家会拼性命做去帮忙，啊，结果存款存一大堆时间入去，写到时要用的时阵，拢无人去提领安尼啦吼。啊，所以毋过这嘛是好代志啊吼，大家拢干那要做啊，无要提领安尼嘛是好安尼。啊，毋过就是讲即个物件到落尾啊，还是爱真长期吼。啊，种有当时啊，会当维持无？这可能原来真济国家咧做的时阵，是有开始政府来做的时阵，政府。互人咱大家存咱的时间入去的时阵，就较有保障安尼啦吼。所以台湾有几个城市有咧做，譬如讲新北市嘛有咧做啊，规模拢无讲介大啦，规模可能拢较照顾方面尔安尼。吼啊，所以毋过这原来有真侪人开始咧研究，看讲台湾有法度用安尼制度无安尼，嘿啊，所以这原来会使逐日真会当参考安尼，嘿啊，过来是。梁光兄有问讲，伫恁遐敢有可能开台语方面的课，嘿。对，多谢梁光兄吼，拢会记哩即个代志。其实，阮原来即摆伊拢有咧开台语课吼，啊，只是即个医学生吼，因为课业的关系，其实会去修的人真少啦。啊，然后而且我是感觉讲。教了有趣味啊，无趣味原来是真重要的代志啊，所以阮学校原来有咧开啊，毋过就是讲有当时啊学生无要收吼，所以我颠倒变做是毋是正式的上课，是讲譬如讲因若要去服务的时阵，因一定爱会晓几句啊，还是讲真正爱会晓甲因讲台语，伊即个物件吼，甲尊严嘛是真有关系吼，甲人道真有关系，因为。我常常咧感觉讲，包括医生咧甲病人讲话时阵，若是毋是用伊习惯的语言咧甲伊讲话时阵，其实迄所有的对答吼，拢失真去啊。甚至若譬如讲，像我咧关心的 dementia 的议题，真侪 dementia 的人拢转去甲过去20-30年、20-30岁的时阵，所以迄个时阵习惯用的语言，应该是爱用迄个时阵习惯的语言甲伊讲话啦。因为太济，像讲我台语选阁会使吼。我若逐摆咧咧办活动的时阵，我感觉我办起来活动讲的话，大家拢真足听。啊，毋过若完全拢讲北京语的，迄就差太济啊。所以即方面真正是一个真大的困扰吼。啊，所以毋过原来有一寡少年的囡仔，即马原来真也有去觉悟着即个代志吼。啊，所以因原来会大部分拢是因为阿公阿嬷带大的，所以我有一寡学生吼，原来伫台语上关心老人上，因会当做小老师安尼啦吼，帮因一寡同学小可来学习一下安尼。所以即个要用正式还是非正式的方法来学台语，我原来阁咧安尼想当中安怎用较好安尼。不过希望考医师吼。
柯医师跟野手，伊讲伊头挂电脑有一点仔问题，啊，即马伊可能电脑好啊，迄个柯医师嘿。歹势，安尼敢有听着？有听着。哦好，教授你好，我是我伫即个成大服务啦，我是精神科的医师。啊，我伫门诊伫台南甲云林都有咧看，啊，我想要请教一个我个人的问题是讲，足侪患者，毋管伫较都市，还是住伫较庄脚的即个失智症的患者吼，因有一寡家属，拢就是拢感觉拢有一个想法，就是讲，人老啊，就是自然记忆会退化，吼，啊，就因为安尼可能就一开始记忆咧退化时无带来看医生，啊，到已经有一寡幻觉啊，吼，开始乱糟糟啊，才来要看，安尼啊，就拖诚久啦。啊，我的问题是讲，这想要请教头仔讲着讲，咱社会安怎看老人？咱台湾的社会，哪像就是自然感觉人老啊，记忆无好，这个物件是安怎来？我嘛无啥了解。啊，我是想要请教讲，你感觉台湾甲美国还是别位的即个对即个社会对老人的看法，敢有啥物无共，还是特别的所在？啊，若是讲咱要改善即个现象，以后爱安怎调整会较好安尼？感谢。多谢吼，即个议题原来有小可挑战性啦吼。简单回答就是安尼，我是感觉讲即个咱安怎看老人即个物件，西方甲东方当然本来就无啥共款。对于讲咱是大人，甲咱的是细免啊，对咱的是大人。伫台湾目前的台湾，我有两个看法啦吼，一个就是讲，即个友好即个物件，当然是伫即个社会受到真大的挑战。有的人因为即摆友好即个观念拔掉咧，啊嘛有可能因为友好即个物件，互大家还佫会当做伙安尼。所以我因为关心真侪照顾的问题吼，有的人因为友好，甲家己创甲全讲照顾爸母，甲家己用要死去安尼。这是一个危险，啊，毋过嘛因为友好，所以会当甲所有的家庭绑做伙，啊，佫会使继续佫有一寡互相的照顾。失智症的人真侪，我定定都普通时拢会去演讲的时阵，就讲真侪人讲啊，老啊毋是安尼，就会当袂记，就会袂记物件，话就较无济啊，这种真正常啊，是安怎就爱去看医生啊，是安怎就怀疑讲伊是失智咯，种种。我普通时拢有两个真好的解说啦吼，一个就是讲，万一即个老大人若有任何银行还是土地1块都好吼，还是讲一笔啥物伊的是大人留落来的一寡财产吼。即个物件若无因为失智的关系无处理的时阵伊即个物件拢足危险，会去互骗去。啊，甚至呢，后摆拢会家庭会有一寡婚搅吼会相告吼，所以爱伫个伊还袂真正真乱的时阵，较紧来处理。另外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就是，普通时到中度以后，照顾的人较辛苦啊，毋是即个老大人较辛苦。照顾的人伫即个方面有法度继续搁用时间、用体力、钱，也是甚至兄弟姊妹、家庭的人做伙分工，因为安尼冤家相拍，也是拢无咧来往无。即个物件会当分析互因听的时阵，大家大部分都会较会去注意即个代志。啊，其实我感觉台湾即几年来，因为一直咧宣传，其实有进步哦，进步真济。甲国外咧角册咯啥种，已经差不多袂输啊。毋过问题就是咱人若有角册讲哦好，较紧去治疗，还是较紧去诊断。但是诊断了后，咱要安怎处理，也是讲协助这个家庭，吼来做一寡决定也好，还是讲要安怎来互咱的老大人继续还佫会当活咧，敢若有一寡。尊严，还是讲有一寡目标，这方面我感觉咱还佫爱进步啦，嘿，因为治疗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医生大家嘛真努力，毋过诊断出来了后要安怎做？吼，这方面原来也是我拄则咧讲的，我迄个共照中心真努力的所在，就是爱变做是互家庭一个真好参详的好伴。吼，阮拢甲伊讲，这叫做新家人关系，新的厝内，毋好感觉见笑爱问这个问题嘛，毋好家己屈掉咧，家己想讲厝内的代志歹势，见笑毋敢讲，无爱甲人参详。阮就是变做一个你的好朋友啊。
继续做伙来行这10年、15年的路安尼，嘿，这是阮想要做的代志。好，多谢主安吼，安尼咱今仔日即摆已经12点吼，过10分啦吼，啊，主安伫台湾即摆嘛实在是爱困的时阵啦吼，多谢主安吼，拨即个时间互大家分享，嘿，多谢。多谢你，嘿，多谢大家，足感动的，也嘛，互我真侪鼓励，多谢，嘿。中共遐你敢？